时间先来看到南方蚵仔，当讲是花卉的故乡，吃鱼仔的文化多元佮丰富。最近宜兰县县政府文化局办一个找南方蚵仔单鼎手路菜活动，隆重整理12出上界在地经典的料理。将青花放入去油鼎内底煎，敢若听到这个煎的声，就互人嘴烂插插顶。另外一面将葱仔卵甲木仔鱼辣好之后，准备要倒入去油鼎内底。把这个这么新鲜、这么好的东西，然后加到里面去，哇，做起来真的是超棒、超好吃的。莫叫是遮尔济料理，是有人要结婚办桌。原来是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举办找找南方蚵仔料理，收集了100多个当地民众记忆内底的好味，结合当地海产，整理出经典的12出料理，由当地妈妈负责来煮，吃过的民众拢学了甲会得志。第一次吃过这么好吃的红烧鳗，真的哦。它虽然料理好像很简单这样，但是其实食材用的非常好。12出菜色内底上特别的，就是利用南方蚵仔特产来做的糖醋青花、龟头刀鱼松，还有袂当欠缺的酱料鱼仔肉卷，最后还有木仔鱼菜脯卵。在渔村的生活的故事和他为何会选择这一道料理呢，作为他家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记忆，都很精彩的记录在这本笔记书里面。每一出料理背后拢有真侪感人的故事，会透过手画册的方式来记录，要将南方蚵仔独特的食食文化传出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